个人说冷风伫云林县府头前咧排队，拢是为着一盒40块的鸡卵。一盒40块等于一粒只要4块，民众拢讲真会好。又非常便宜，很便宜哈，便宜还蛮划算。云林县两家产销班共同举办鸡卵义卖活动，向在地农民收集2万粒的鸡卵，要予在地乡亲。一个人会使买5盒，大家拢来抢产地的鸡卵。各地都买不到大叫，我们想说，我们就是我们的产地的价格，好，那在这边做义卖，将今天的所有的义卖的所得，我们捐给这个社会局，然后来照顾我们云林地区的弱势。农民透过行动，和大家做伙渡过难关。农委会嘛公布欠卵的3个原因，包括天气寒、产卵率下降、原物料起价，造成饲价的成本增加。同款因为天气寒，造成未少鸡仔抵抗力下降死亡。为了减少农民的压力，农委会发出2+3政策，要自2月底到延长到3月中。至少2+3会实施到这样的一个我们的3月中旬的这个部分。2+3政策是为着鼓励农民产卵，产地价起2块，将来斤每台斤3块，不过农民无介意。农民拢是年纪比较大要写这申请书为经济拢袂晓写，这足困扰的所以标准也是要回归市场机制农民怨叹讲，要申请补助，阁要填真侪资料，希望鸡卵的介绍会使配合市场的机制。不过介绍阁有产量，什么时阵才会当恢复稳定？农委会嘛讲，要等到3月初来观察，这个欠卵的风波，恐惊要等到清明节前后才有法度解决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